再来看4月初3的大地震哦，花莲的观光业是真惨，为着要进行观光，观光署是补助游客1000块的大房补贴，也毋过有真侪饭店哦，佮还未领到这笔补助款。县政府的观光处是表示讲，因为有14万件申请，会要求负责审查的观光协会赶紧做处理。地震了后的花莲饭店大宿率平日只有1成，休落期间靠观光署补助的1000大宿津贴，价值勉强会当达到3成。也毋过，一寡补助津贴向县府提出申请了后，到当拢无消息，互业者压力真大。那主管单位回复我们是说，从今天会开始审查。那我们在此也是希望跟呼吁啦，哈，就说可以在审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尽量的这个让审查快速，那拨款也是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拨款下来。面对薪水效率厂商款项发不出来，民宿业已经有20几间向县府提出申请休困还是停业，大家拢补办其实相关补助津贴申请政策已经毋是头一摆执行，安怎一摆阁会延迟发放？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有业者在疫情期间，那领款的时候，时间有稍微被延迟到。那我们希望有前面2次的经验之后，那这一次来做相关的一个补助款的发放能够更快。县府观光处表示，目前已经有850间大约14万件申请补助，也毋过作业过程确实有所延迟，已经要求特别厂商花莲县观光协会赶紧审查。我们也会要求代表厂商，尽快在2个礼拜、3个礼拜之内能够把它消化完毕。当然，量是非常的多了哈，但是我们也会尽快把它处理。另外，观光署为9月开始到11月底，增加每人每个月补助1000大宿津贴。业者表示，政策才拄啊宣布，无法度看出成效，也毋过拢烦恼，进前6到8月的津贴申请拢延迟，后手恐惊也会踢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